另外，这方面，咱要继续来关心基隆市国定古迹刚下寮炮台。这个月初二，有2个查甫拢入去内底，加比伫咧防空壳的保育类叶片包，改进入去落地啊。所以当时拄啊好有一个文化资产的守护人员经过，听到对方落地内底有密报的叫声，赶紧翕相通报，讲安尼唔可能会违法，嘛有可能会害死密报。乌多摆停伫咧草仔埔，一个查某人手拿着一个物件，互咱放大，搁再来放大。画面内底既然是一只活跳跳的密报，共一张相片互检举2摆，因为伊甲另外一个朋友违规徛咧去固定的古迹基隆市贡主寮炮台，搁掠走罕咧看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叶片包。车辆是不能进入到炮台里面。我听到一个叫声，就是那个蝙蝠声，叽叽叽叽的叫声哦。我一回头一看，哇，一个人抓在手上。基隆贡主寮炮台是自日本时代就保留到即卖固定古迹，佮无经过同意骑车家己弄入去，已经是严重违法。2个查某人竟然佮甲带伫防空盒内底保育类密报，潜入去落地仔内底。好在迄时阵密报一直咧哀叫，互巡查的守护员发现，随来逼空。那个是人家进去看的。离谱的行为，互民众看了拢讲实在是真唔通。目前警方已经针对违规进入来开发动保所嘛锁定证据来调查，一旦确认属实，上悬会当处5年的徒刑，嘛会当来罚上悬100万的罚金。呼吁游客千万唔通来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